这个社宅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要获取这个基地最大的好处。它面东面西开阔，所以我们面东面西总共有12个空中花园。空中花园它是没有建筑容积的，所以才能够通透。整合之后，我们多了空中开放空间，总户数没有少，因为是我们做整体的容积调派。这个空中花园走在每一层的走廊，都会有光线流进来，所以这是一个不折不扣舒适的阳光宅。空间完成之后，大家是在这里除了居住之外，有沟通，这个就是社会住宅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之一，而不是全部挤压在一栋建筑物，除了居住没有其他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2楼4个吧台亭，以及2楼的洗衣空间、公设空间。这个地方的公设是毫不吝啬的发放给所有居住的人，而且包含路过的市民。所以你可以看到1楼的中庭贯穿了在西边的台南公园、东边的成大力行校区，以及未来铁路地下化以后的遗址公园。所以我们把地面的开放空间还给大家，所以除了居住的居民之外，路过的市民也可以共享。宜居小东呢，这次招租有376户，那其中有分3个房型，一房型有221户，那2房型有122户，3房型有33户。那我们目前受理的期间呢，总共有3150件的一个受理申请。那我们预计是在3月份的时候，会在做这个线上直播的抽签。目前入住预期是6月1号开始做起租入住。1楼的部分，咱还有迄个幼儿园，还有公托，还有日照中心，这个部分让未来对咱这个环境有提升真好的品质啦，大家拢认为讲伊的租金较贵啦，其实咱是以这个市价的4折到8折，你当然袂当去加林地较比啊，且是精华区像这个部分有这个差别，嘛，互居民知影咱遮的迄个品质这个地点做好，面对公园，佮有车站，未来佮伫咱的高铁地下化遮的公园这个服务设施边佮有城台所以遮会当帮咱的居民提供上好的服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地方地点非常好，就在小东地下道上来，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交通四通八达，是缝合都市的第一线。那也是在台南公园的正对面，距离车站近，距离成大以及成大医院以及这个公园都非常方便。那这个地方是首屈一指的社宅。台南的社宅政策，事实上从赖清德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开始规划，我们现在开始一户一户的完成，现在是收成期。那配合中央的安居，台南的市政府的宜居，能够共同打造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居住正义的一个社宅政策，还有加上包租代管，还有加上租金补贴，这些能够大幅降低民众的负担，能够让民众这个有更好的一个居住品质。总之，今天的宜居小东是最棒的社宅之一。好，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期待。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2月2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今日一度国际级民俗盛事咸水风炮将伫3月2号、3号闹热展开。上午市长委贴也特别出席咸水舞庙为活动来宣传，邀请国内外朋友伫元宵节做伙来咸水体验刺激趣味风炮民俗活动。
名列世界三大民俗庆典之一的台南咸水风炮民俗文化活动，将伫3月2号、3号2天来举行。为了让国内外民众更加了解活动的内容，市长黄伟哲上午嘛特别出席活动的宣传记者会，邀请国内外朋友元宵节做伙来咸水，体验刺激的风炮文化活动。盐水风炮已经行之有数百年了已经是非常重要的民俗文化，而且重要是有看热闹也有门道，因此呢，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尤其今年呢，我们碰到了这个台湾灯会这个启灯在嘉义，在盐水的旁边的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灯会，晚上再来看看风炮，也可以先看一下风炮起炮之后呢，再去看灯会，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开心。尤其盐水风炮只有2天，灯会可以延续到3月15日所以都很欢迎。这是部分是强强联手。那所以说，我们不仅是有台湾国际蓝展，而且有盐水风炮，还有台湾灯会，这些都是美不胜收的事情。欢迎大家来台南。代表武庙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咸水来看风炮。来咸水唔是干那看风炮，一空掠3只，搁有金港灯节，搁新年破光节，所以来会当来看到足侪闹热的，所以欢迎全省各地游客大家来看风炮。今年活动对3月2号展开新桥的市景，3号元宵节暗时，伫咸水国中的操场，搁有3座长40公尺的主炮声集中释放。搭配饼5年生相，现场搁打造真侪精美的花灯，并邀请盘国舞团、甲着岳云舞集来表演，邀请国内外游客做伙来体验。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迎接元宵，台南市就推出卡比胖来小提灯的引起话题，嘛互未少民众为你讲足够追。观光旅局嘛公布2礼拜连假期间，将伫虎头埤、葫芦埤、甲德源埤以及西市场免费来发送。另外，经济发展局嘛祭出吉祥物的压力爆表小提灯，共款足喜气。3月1号要伫花园夜市限量发送，嘛请民众把握机会。去年伫安平展出的卡比胖拉，吸引超过85万人次观赏。即马主角变做小提灯，头顶是台南无共贵济水果，分别是山野、柑仔甲油啊。台南的提灯真的是 CP 值最高的。一方面它是本土的创作，二方面台南的古都的文化底蕴充分展现无疑。观光旅游局嘛宣布2月27到28，将伫咧新华区虎头埤风景区免费发送2000组，葫芦埤以及柳营区德源埤拢免费发送1000组。另外，伫27号大菜市也会发送2000组。同时呢，我们也会发放给许多的小朋友，以及在我们景点这个完成及的打卡啦，完成许多几个重要的动作的好朋友所以说欢迎大家一起来来台南准是个 CP 值最高，不仅可以来看我们台湾国际蓝展在2月26号就开始，那2月27号、2月8号卡比胖拉会出现在山皮、虎头埤、德源埤跟葫芦埤。希望透过古锥的卡比胖拉小提灯，带动埤塘景点甲经济活动人潮。而金花局嘛甲菜市仔、夜市仔变做压力爆表小提灯，唔那是高压灯。嘛会当做钱筒使用，结合夜市特色甲创意元素，伫武城夜市做发送，马上就互摕了。3月1号将伫咧花园夜市来限量发送。台南新闻所会采访报道。连接嘉义芦草甲台南后壁区的北江二桥，因为长度无够，桥面无够宽，地方争取当年改建，总经费大约9亿8千多万。立委林俊宪26号邀集中央水利署甲公路局校长会勘，并听取地方的意见。原则上，中央将补助大约8成1到8成2，其他则由市府配合看来支援。连接嘉义芦草，甲着台南后壁南85线的北江二桥，不但是县市的连接，更加是大新营区前往嘉义高铁站的主要道路。
但因为年久，不但路面无够宽，而且桥长嘛不足，地方争取来改善。不过因为南桥北管，有着嘉义县政府提出前期的作业规划甲日设计，目前总算有了初步的设计。上午有着立委林俊宪邀集中央的水利署甲公路局同齐会勘，并听取地方的意见。南桥北管由着咱嘉义县政府爱做主体来提案吼，所以咱这个案咱迄个时阵一直追踪到甲总参议员吼，甲咱的里长，大家拢足关心的。今仔日咱已经有看到将来的无偌久，只要嘉义县政府来提案，并配合看，咱这边才会全力来请阮这里长伫施工的过程会来全力支持呀。往来交通安全。效率真重要，所以第一我请所有行政单位第一，咱主要咱第一该提计划这嘉义县政府全力来加速啦。第二，爱出钱这全力来甲阮支持啦。这钱我来负责来，中央钱我来负责来找啦。另外咱第一爱去做的就是，嘛要请咱这里长社区较辛苦，因为伊做了对具体学堂咱就爱走边仔便道啊。北漳二桥原长700公尺，宽度只有8米。规划改建以后，长715公尺，宽度15米。总经费大约需要9亿8千多万，分别由水利署的流域整体治理，甲着公路局的生活款道路、交通计划来补助。预计工期大约要2-3档。地方希望嘉义县政府要赶紧来提案。补助的部分，立委会来督促财主单位的配合。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民进党地下市议员后礼拜开始民调初选，虽然台南山区只有赖茂庆一人登记，不过因为新人唔敢放松，26号邀请高林区的前立委高嘉瑜做伙到玉井果菜市场拜访摊贩。会中高嘉瑜嘛开抢倒卖水果，需要加前往东山替议员王炫茂助选，嘛向前要东山再起。我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树林慢慢慢平安安。歌唱新花开，甲民众互动，看到一人过一人的盘仔、桌仔、顶农产品，顶袂条好奇询问，也搁品尝台南山区的水果。26号，前立委高嘉瑜受到立委郭国文的邀请，帮民进党山区唯一登记的议员参选人赖茂庆助选。山区共款吼，甲这水果拢是山区大汉的共款，这个候选人嘛是山区大汉的吼，你山区服务吼，嘛是原汁原味。拍甲乌乌代表做认真的吼，而且听讲赖茂庆主任特助吼，已经伫遮拍拼6年啊呢，无简单的。高嘉委员伊即个导演的市议员的选举区甲茂庆共款，都是一个足艰困的选区啦，所以讲我请委员来遮，我要效仿伊，吼，如何在艰困选区如何的努力，还有打拼的精神。郭国文特别以嘉庆优山城做比喻，呼吁民众支持对地方付出的人选，互两人双双当选。今年高嘉瑜嘛要参选议员，嘛特别去到东山拜佛祖，顺便帮在地议员王炫茂徛台，象征着说我们嘉瑜姐要是从东山出发，就是东山再起的意思。那也祈求我们两个都一起在今年年底能够顺利。第一次来就是跟王炫茂一起，当时他这个参选议员，那很开心他高票当选。那这次再回来，就是希望呢能够再来东山看看王炫茂，还有这个好吃的威记排骨。此行象征着高嘉瑜对东山阁出发的精神遗憾，两人嘛互相打气，送上祝福，希望拢会当高票当选。民进党地下市议员民调初选将要登场，每一位候选人努力打拼，争取选民认同。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
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农历正月初9，天公生，大台南凌霄宝殿武龙宫隆重举办千人团拜活动。真特别的是，苗栗山边妈祖经诸位陈明文经率团参拜，共同为玉皇上帝祝寿，嘛成为跨地域信仰交流的盛事。台南市政府推动宫庙游计划政策。呼吁市民集中到各区大型宫庙参拜祈福。大台南凌霄宝殿武龙宫的玉皇上帝祝福大典，就吸引全国信众虔诚参拜，依循古礼来进行。场面庄严隆重，展现台南清高而且绵延的宗教文化传承。11叩首，12叩首，分庭祝告寿灵，经过济灵。武龙宫主委王大明表示，玉皇上帝祝福大典千人团拜，伫武龙宫已经有数十档的历史，是地方真有代表性的传统祭典。每年信众拢会自发祈求庙埕，一向虔诚3跪10日叩首，恭祝天公祖万寿。非常感恩啊！来自全国所有的信众，会当人齐聚一堂，来向着咱玉皇大天尊啊！人讲的，来这个祝寿，最重要的，就是祈求啊，咱玉皇大天尊会当咱庇佑啊，每一位新的一年会当带来啊新的气象，带来新的机运，一定啊马到成功。今年大典的一大亮点。是苗栗山边妈祖经主委陈文明率团莅临回乡，共享盛举，展现跨地域交流，不仅深化宫庙情谊，也和信仰文化彼此观摩学习，促进宗教和谐甲地方情感的连接。我很感谢王大明主委疼惜我这个陈小明，愿意来扶植我们。我们今年10月9号、10月10号将会卷土重来。我们会来这里7个里，好好的站敬，好好的赐福，好好的把它走一趟，好不好？好，我们敬请期待。台南作为宗教文化重镇，当年致力伫咧保存传统祭仪，并推动宗教游计划发展。武龙宫持续以完整的鼓励举办玉皇上帝祝福大典，结合跨县市宗教文化交流，互信仰不仅是地方精神寄托，更成为凝聚人心、传承文化重要力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过年期间，大食大啉以后，有不少上班族开始化脉运动。根据人力银行公布2026年上班族运动休闲习惯的调查，有将近7%的民众认为运动量无够，有超过3%的民众完全拢无运动习惯。对此，专家的提醒，过年以后正是重新启动健康生活的关键时刻。34岁的业务洪小姐因为外貌被嘲笑，下定决心执行100日自律计划，透过极致饮食与重训，体脂从43%降至19%，成功减重23公斤，体态转变让她重拾自信。现在正积极备战健美比赛，证明平凡上班族也能逆转人生。就是有一次我在自拍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人突然对我说：“哎，你长这个样子，你怎么还敢自拍啊？”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天啊，然后我就真的很认真照镜子。那因为我前面我现在34嘛，前面30几年都长这个样子，那我觉得我一定要给自己一次机会，然后想说要靠运动跟饮食来做就是瘦身的改变这样子。所以那一次就是给我很大的刺激，我就觉得我一定有相信自己，一定有可能就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是一辈子的，它是可以让我可以持续健康。然后那时候想说，因为怕运动会受伤，所以那时候有想说要找教练就是做教导这样子，然后有帮我做个课程的规划。27岁的 Amy 因日文流利，曾任职科技金融业，年薪100万，羡煞不少人。3年多前 ，Amy 迷上潜水，原先只是体验玩玩，没想到玩出兴趣，现在已是专业的潜水教练，年薪稳定突破70万元。就我觉得
人生追求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那可能赚钱是一个部分，但是妥善运用时间或者把时间花去做喜欢的事情，是我当时觉得更想要追求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换句话说，我当时觉得就算赚了很多钱，我好像也没有得到我期待的开心跟幸福。那反而是在每次潜水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成就感跟自我满足感反而是相较之下更高的。所以说真的每次都非常难忘，就是尤其是潜水会分成带潜过的人，那跟完全没有潜水过的体验潜水。那其实每次体验潜水上来出水的时候，客人都会有非常惊讶，然后很开心、非常满足的表情。上班族魏小姐热爱跑步超过10年，征战50多场赛事，更因为接力赛与丈夫结缘，两人从约会到成家，皆以跑步为乐，并将跑旅融入生活，透过多巴胺带来的正向能量，让身心灵更健康。就每一次跑步完，你的心情都会非常好，所以不管我可能就是有空或没空，或是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跑步会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然后跑完以后，真的就像大家讲的，你会有非常多的那种多巴胺散发出来，而且跑一跑，你就会觉得说，我好像整个人会更有精神，反而不是那种更累的感觉。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跑步反而是一个不会花很多钱的运动，但可是真的有很多就是踏进跑步这个世界才会发现，跑步是需要花很多钱，例如说手表啊、衣服，然后跑鞋，然后甚至我现在自己有在付费上跑班，因为我觉得上跑班是真的有让你更有效率去进步，然后你也会在从跑班里面认识一些朋友，所以我现在其实身边蛮多朋友也因为可能我的影响，所以他们也一起有加入了我们这种跑步班这样。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高达76.9%上班族自评运动量不足，其中30.4%完全没有运动习惯。阻碍运动主因包括没有时间、体力不够、不想花大钱等。不过，仍有90.3%愿意每月平均花887元投入运动，显示健康意识抬头。我们这一次调查就发现说，有将近7成7的上班族，他们自评认为说自己的运动量是不足的。那甚至有30.4%的上班族呢，他们是完全没有这个运动的习惯。那询问说为什么大家会不想要运动呢？其中前5名的原因包含了第一个就是大家认为说自己的工作时间太长啦，或者是呢生活的时间呢其实也被很多的事情占据了，所以就比较没有办法来做运动。那再来呢，很多人也会认为说自己的这个体力不堪负荷所以就不会想要多多的去运动。还有就是不想要花大钱，那甚至像是没有办陪啦，或者是说呢认为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开始做运动，这些也都是大家不想要运动的原因。那为什么大家会想要运动呢？其实不外乎最主要就是希望说可以减少一些疾病的风险。那还有现在大家也越来越重视自己的体态管理，还有很多人会认为说运动呢可以增加自己的体力，在工作上面也是会有帮助的。那什么样子的原因之下可以激发大家运动的这样子的动力有68%的上班族认为说，如果公司可以提供一些相关的福利推大家一把的话，大家会更有动力包含像是说呢，可能在这个公司的内部就有一些运动的设施啦，或者是说呢可以让大家呢去外面做一些运动，给予一些补助。那甚至有些人偷偷许愿会不会是公司希望可以每一周有1个小时的这种运动假？那这些呢都会让让这个上班族们呢会更有运动的这样子的一个动力。不过呢，从这样子比较好的运动风气呢，也反映在我们的数据上面从我们人力银行的平台上面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工作就是跟这个运动或者是生活健康相关的这个工作数这个职缺数的部分就是有往上攀升，年增率是来到了18.7%所以看得出来呢，其实需求量变多，也因此呢，这个工作需求也会变得比较多一些。调查也指出，超过90%上班族认为运动有助提升工作表现。若企业提供健身补助或运动假，68.2%会更愿意动起来。年后甩油不只是口号，从个人到企业一起推动，才能真正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迎在每年海洋科技博物馆推出海马来的电装展览，展出海马马蹄设定珍贵的标本，要传染民众认识海洋内面的海马家族。
境里面有很多明星生物，那这个豆丁海马就是其中一个明星生物。因应马年，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从馆内珍贵的典藏中精心挑出一批名字带马的海洋生物，策划这一场知识与趣味兼具的微特展。在典藏馆方面，我们有特别展出了跟马相关的微型特展。好，那以马为相关的线索哈，是它的英文名字叫 Horseshoe Crab， 在台湾的海藻里面哈，能够长最长最大的就是马尾藻，那它常常会一整丛这样长。花纹你大概就看得出来，这种斑马式的花纹。中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性贝类，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长到比较大，所以它的肉就比较多。所以你会看到常常打成这种圆的。所以你看我们早期的那个衣服里面，你如果注意看那个纽扣都就是很多都是这个钟螺做的。提醒大家就是说它就是不要说为了看这个珍贵的豆丁海马去干扰它，因为它很小，然后说你如果去干扰它，很容易它就会受伤。2月17到3月18号，欢迎大家一起来闯关。想要替马年讨个马到成功的好彩头，现场还有限量版海马纪念章。你看这个海马上面呢，有海马，然后有斑马梭柚，然后马蹄钟螺，那这后面还躲了一只，所以是很特别。可以制作属于自己的马年斗方，带走独一无二的马年记忆。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为迎接家人400和平岛第几公园一开春就推出好康，包括市民免费同齐旅游的亲戚朋友半价，以及非假日是大人买一个送一个等优待，就是要欢迎大家小少来家人佚佗。和平岛地质公园今年一开春就推出重磅优惠活动，欢迎大家互揪亲朋好友一起来玩。有2个优惠，然后一个的话是基隆人可以带朋友来，那他自己原本是60元，基隆市民60元，那他可以现在是免费0元。那另外的可以带5位朋友，还是原价是120元，现在是特价60元。那我们的活动会是维持在整年度2026年。银发族，然后乐龄的朋友哥哥姐姐们啊，可以两个人一起来。那我们活动是从2月1号到3月31号，那他可以就是在平日的时候，然后可以带另外的朋友，我们是买1送1。其中基隆市民西办的入园优惠即日起持续1整年，平日名额无上限，假日跟连假每天限量100张。而搭配农历春节的到来，和平岛地质公园也推荐串联山海城的走春路线。我们这边呢，岛公呢已经有帮大家做好了我们基隆在地有怎么走春才是最好路线。首先呢，早上可以先到我们的白米用炮台那边呢，有无敌海景，让大家呢可以欣赏完无敌海景之后，回到基隆市区，我们可以到基隆塔俯瞰呢360度我们基隆市区的景观。接着呢，我们到我们的正滨渔港找一间呢非常美味而且漂亮的下午茶餐厅。那我们坐在那边呢，我们可以观看我们正滨渔港以及我们的彩色屋。最后回到我们的和平岛地质公园，来看看我们美丽的海景，以及呢我们2300万年前形成的地质景观哦。民众不妨把握各项优惠，规划旅游路线，一起来探访基隆跟和平岛地质公园的魅力。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收看2月26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
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